今年是情空军第34中队乌叶堡中队成立72周年。现在是新竹的乌叶堡中队文物馆，就是因过去的营区。最近来自全台各地的队员是登来这个所在，做伙纪念一寡过去的基地。看到过去的相片，迄蝙蝠成员心肝内拢是满满的回忆。高手炮就滴滴答答，就像那个烟火一样，这个是放烟火一样，哗，看得非常的可怕。还好我们飞机上装了好几十颗子弹，没有中到油箱。要中到油箱的话，就完了。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就像蝙蝠一样，我们上飞机天都打下来，升符号都不能带。迄蝙蝠中队过去主要负责对中国大陆地区空投、侦察等等重要任务。在民国41年到61年期间，总共牺牲100多名的成员。314队当年他们损失了18架180几个人，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责任荣誉啊！后来黑猫也是延续这个，都是国家责任荣誉去做任务。你一定要去，但是你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今年是黑蝙蝠中队成立72周年，来自台湾各地黑蝙蝠队员拢登来到新竹，这会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有这些的前辈们在，所以让我们能够享有这个安和乐利的稳定的国家跟生活，甚至于我们国军可以更强大，我们可以更能够在我们的战备还有我们的任务上面更能够持续的精进，这都是有赖于前辈们的努力跟建设。黑蝙蝠中队过去所使用的营区，目前已经变成黑蝙蝠中队文物馆，内底展出成员所使用过的珍贵文物，以及黑蝙蝠中队过去的历史，让大家更加了解因过去的牺牲奉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